今天我们谈的是民主，题目是从原生民主到现代民主，8个非直线的阶段。这个还不是8种民主的意思，而是从8个方向或8个径路去谈从古到今的民主。其实，民主并不是一条直线从古到今的，它里面有很多根本不相干的自发的民主形态的，所以我这个题目叫8个非直线的阶段，我觉得用阶段来界定一下也好，所以一个一个说了。第一个就是原生民主，古典希腊之前之外，民众做主的自治共同体，这是第一种。民主这个字我会用的非常谨慎，尽量不用。其实在这次演讲里面，我会用其他的比较复杂一点的字眼来说，因为每一种民主其实它形态不一样。如果只说民主，大家可能太容易对号入座了。第一种其实就是民众做主的自治共同体。共同体这个字也很重要，就是他们是一个共同体的，里面所有的民众，一般还指成年的男性，他们可以做主的自治的政体。这种政体呢，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过，这就是远古已经开始了，至少现在有记录的超过100个，也可以说明是古代人类第一种政体之中自然发生的其中一种政体。就是很多人从经济角度，我们以前说是原始共产主义，然后到奴隶制，然后到封建，然后可能在奴隶制跟封建都已经有政府了，是吧？这种政府一般印象中是专制政府，但是其实不是，在世界上起码有100多个不是专制政府，是民众做主的自治的共同体，他们都是人类最早的政治形态，所以这种形态是可以是自发出来的啊。第一种，比如说最早的现在知道的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民众做主的自治共同体，他们是阿叙人，也有苏美尔人，他们的一些城邦，因为他们所有的成年男人都要武装自己，随时去打仗的，所以既然要武装自己打仗，他们作为这个地方的公民他们是所有事情都要通过他们的同意的，所以很早的时候，亚述人跟苏美尔人已经是一个这样的。最出名的一个地方叫马里，在公元前3世纪的，在今天的叙利亚跟伊拉克边境的一个这样的共同体，就是完全是成年男人。既然是当公民也是兵，所以他们都有权去决定所有事情的，叫政体里面所有事情。然后到亚历山大帝在公元前3世纪东征的时候，后来他的历史在由希腊的西西里不是希腊，是个希腊罗马时期的西西里狄奥多罗斯写过的。狄俄多斯的这个亚历山大的书里面是很多关于印度那边的，现在的印度境内的这种民众做主的自治共同体，他们很多是在喜马拉雅山那边的，现在所谓北方省 Uttar Pradesh， 也有些在东边，在比哈那边的现在，但是也有一个是在帕特拉印度河三角洲的。这些共同体都是没有君主的，都是他们的住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以在狄奥多罗斯里面都是用上共和国共和这个字了。然后到佛经里面也同样记载过一些这样的共同体。英属印度开始也有这些殖民者也记录过，在印度曾经很多这种自我管理的没有君主的共同体。在中美洲呢，有叫塔拉斯卡人呢其实是阿兹特克人的对手，
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西班牙人在1519年去到的时候就写过，他们是没有君主的，他们自治的，他们就好像我们他说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日内瓦跟披萨这种城邦共和国一样，这样当时也有这样的记载。另外一些记载在古日本，在现在的南非，在中非的地方，在冰岛，在瑞士，在澳大利亚都有过这种。以最多记录的其中一个呢，就是美洲的土著。美洲土著我特别想提它，这个叫休伦族。休伦族这个政体它就是位于现在的安大利亚，就加拿大安大利亚省的南边的很大一片地方。他们是有议会，有广泛参与，而且是包括女人的这个休伦族。当时的1636年的耶稣会的传教士去到呢，已经有记录了。他们的政府是3层政府，首先一层是村庄，村庄里面呢有很多种姓，每一个姓呢都推一个头出来。他们因为是母系社会，所以谁做这个代表，这个男性出来做代表呢，是由他的女人决定的。他们女人提名一个男人出来，每个姓氏出来一个，所以一条村就有一个村的代表。这个村的代表呢，就可以几个村的代表呢就会走在一起，组成又是一个就是几条村又组成一个组织。然后，但是他们没有惩戒式的管理的，就是一直推上去而已。然后最后就是所有的村的大的代表的跟这些长老呢，再推一个人出来，就参加他们邦联，就这个族的邦联的这个最高的那个组织。但是这些最高组织是没有权逼其他的人去听他的话的，他们都是要用共识的，等于说，这个他们也没有官僚制度的，所有都要全部人同意。其实这种体制最明显就是没有出现官僚体制，有官僚体制的大概都有君主啊、贵族啊等等，这种自治的团体呢都是没有官僚体制的。最早的这种民众自治体呢，有些学者认为有3个条件必须要出现才能成立。首先是不能规模太大。其实休伦族的面积涵盖面积很大，但是人不是很多。但是所以他们是一条村一条村这样存在，所以他们还是可以符合这个不算太多人这个情况。他们有些还可以委派代表的，这种代表是临时性的，所以不是说没有代表，但也可以派代表。他们休伦族这个体系就是一层层派代表上去嘛，有些是一起讨论，有些是一派代表这2种不同的制度。第二就是他们就是没有抽税，负责去抽税的官僚，他们的税务不是靠这些官僚去收集的。第3其实也很重要，就是这些人可以离开这个组织，就地大物博，他们如果不舒服的时候，他们就走掉了，因为他们会走掉，所以大家必须要留着大家，不要走。不要走的时候，你就要把权分出去，让大家都能分享做决定，不然如果是这个独裁的话，他们就可以走了。所以都只能发生在一些人不多但是地很大的地方。这个大概是第一个我刚才说的阶段，在这个第一种形态就是自发的，在古代自发的这种民众做主的自治共同体。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民主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比如说古希腊开始的这样，其实全世界都有过第二个我要说的阶段就是在古希腊之外呢，欧洲地区其实也出现过很多共同体是民众做主自治的。首先是一个
冰岛的维京人，他们每年夏天呢，都在他们的雷克雅未克的南边这个草场地呢，很大的草场地就开会，什么事情都在那边要解决，要最后谈出共识，他才分开这样。所以大概在历史上，可能欧洲来说，他们是最早的了。第二，有些德意志的部落也是这样。然后到13世纪末呢，瑞士每个州他们的所谓 canton 呢，就有现在还是有人知道的，就著名的露天州民大会，4月底5月初2个周日，在各州都会有的。这些男性的成人通过举手立法，通过财务的问题选他们的政府跟法院，他们可以人数多到1万人一次这样的聚会。然后到意大利北部的城邦的，比如威尼斯、日内瓦，都是有过这种制度。其中一个很出名的共和国在意大利北部叫卢卡就在现在塔斯坎尼那个佛罗伦萨跟披萨的中间的一个共和国，它是1160年就成了共和国。他们的口号是自由啊，这个旗帜上都有写着这个自由。他们有宪法，他1200年左右呢就开始有这个用过议会来全民做主自治，通过一个全体会议。这个共和国的民主制呢，所谓或民众做主这种制度呢，是一直延续到1628年，才变的是他这些大家族这种寡头控制了他。然后他这个寡头统治也一直到179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开始派军队去输出革命给周边地区，把它占领了，才临时用了法国的雅各宾宪法。后来呢，马上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打回去，又占领它，然后法国又打回来，就是拿破仑。1805年呢，拿破仑把它合并了，变得是他的皇国之一，分配给一个亲戚做皇国，这样才没有。等于说，这个共和国从1160年成立到1805年。这些欧洲的希腊以外的民众自治的共同体呢，其实并不是受希腊影响的，因为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希腊东西被人遗忘了很多年。到亚里士多德根本就没有在拉丁文出现，直到1260年才从阿拉伯那边重新翻译成拉丁文，这个已经是1260年了。所以就算那个时候也不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刚刚说的这些欧洲本身的民众做主的政体呢，其实并不是跟希腊有什么关系的。希腊的影响对于近代的我们现在的所谓民主制度，其实关系也不是很大。那我们现在一定要说到古希腊了。古希腊我不用民主这个字，我现在用德摩克拉西这个词来说。古希腊曾经有过1000个政治共同体或者城邦。德摩克拉西的德摩就是人民嘛，人民是指平民，就是所有成年男人。这是就是因为他们不需要资产来区分的，所以是所有成年男性都算是人民或平民哈。克拉西就是当权治理，这个是希腊后来我们知道的一种政体之一种那就比如亚里士多的所谓的6种政体之其中一种。大概雅典是个代表嘛，雅典的独裁制度到公元前7世纪、6世纪之后，当然大家熟悉历史都知道有个梭伦的民粹改革。公元前5世纪是他的黄金时代，就是普里克里斯的时代。之后就发生了跑罗奔尼撒战争了，所以就慢慢走下坡了。当时希腊的民主是这样，它大概人口有3万到6万人，其中大概20-30%，就大概2万人左右是男性，在20岁以上的，
就可以参加这个就算是可以做主的。虽然参选是要30岁啊，只有男性，而他们男性也是必须服兵役的，就是他们也是军人，就是这些人都会共同体打仗的人，他们自然就会有更大的权利去说话嘛，不需要有什么财产的。当时希腊人虽然只有3万到6万，但是他们有40万奴隶，还有1万个外邦人。虽然这样子，雅典的女人都不算在这个他们的所谓民众自治这个里面，女人是没有地位的。雅典的女人地位比斯巴的女人低很多，所以雅典不算女人，不算奴隶，不算外邦人，就是这3万到6万的。但是他们每年举行40次公民大会的。4世纪的时候在尼克斯山，5世纪在所谓大广场 Agora 要有6000人，这2万人左右有6000人到了才算成立。每次会议要2个小时，靠举手决定事情的。但是为了安排公民大会这个议程呢，是用随机抽签选出500人，负责安排这个开会的事情。这些人的任期只是1年而已。另外有50个人是选出来做主席，就整天都要负责这个事情的。另外他们还有那个就是审判的制度，所以他们也是抽签选出6、7个人，好像现在的陪审员的制度一样来做这个事的。那个民众法庭，这些他们的行政长官啊、将军呢都可以被驱逐的，就是不满意就可以换掉的。这种共同体的民众做主的自治呢，在希腊叫 democracy 啊。他们没有常设的政府部门跟公务员的，他们连抽税的记录都没有，他们没有统一的就是征税的方法，所以他们没有记录。但是他们开始有在这个大会议之外有另外一个制度出现，就是法律叫 nomos Agora 就是他们的大议会，大会，然后 nomos 也慢慢有规范能力。nomos 并不是democracy 啊，因为它是自己一套东西慢慢形成的。雅典的 democracy 是不是很包容的，你不能就做意见分子的，好像苏格拉底就被杀掉了哈。他们是雅典的 democracy 是完全是同质性的，讲究个同质的要大家听他们的决定，所有人都不能有意见的。所以柏拉图不喜欢他的，叫他是暴政的，叫暴民的政治哈。从公元前322年马其顿灭了雅典，一直到19世纪，其实古希腊的 democracy 都是被遗忘的。到19世纪啊，那个梭伦所谓的当时的 democracy， 只是在希腊罗马时期的普鲁特克的历史，梭伦生平这个历史，还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政治这本书，就重新翻译成拉丁文之后，才稍微知道一下。但是其实欧洲人对古希腊的 democracy 不太知道，直到19世纪初，那个时候有个古典学者，那个瑞士古典学者叫奥古斯特贝克，他开始写了古希腊的历史。然后英国有个叫乔治克罗特，他们2个都把古希腊的历史写出来，欧洲人才比较多人知道，原来他们的制度是这样子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编过一本希腊政治的名单，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这个名单其实是1879年在埃及才被发现的。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刚才说的，说很多制度出现在18世纪，美国已经有独立有宪法了，法国大革命也在18世纪末，这些其实并不是直接受古希腊的 democracy 影响的，因为他们不太理解的。基本上这个古代的 democracy 呢，都是被看不起的。
从柏拉图一直到美国开国的Madison， 他们都是觉得特别傻的一种事，觉得是这些很愚蠢的人才会相信他，而且基本是属于荒谬的事情啊，对他们来说，所以并不是这样想的，并不是我们以现在一般的历史中古希腊一直说到现代，这个完全是断掉的。